之前领通找过您吧，您看不上，还和星光一起为难他们，现在又来搞我。你不怕林光耀知道以后，再也不卖芯片给你了？你认识林光耀？我认不认识林光耀不重要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很生气，我也想知道，我这个电话打过去，他会不会也很生气？你敢？我敢不把你孙女给毙，但我知道，你肯定不敢。凉了就要倒掉。茶呢？要趁热喝。让他走。好好，我是东升，我让你准备的稿子可以发。你跟我吵什么呀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这个月没有芯片。你搞清楚啊！我的货要给谁，那是我的权利，你的不一样。没有芯片就是废的。你消消气。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林总，有个消息，红木要出国领通了。什么？好像是以前债转股，黄林熙主动说要送给红木的。那红木一看有这种好事，就答应了。这是标准的为了门面，为了接下去进一步的融资。最有名的资方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方。那您有什么打算？马上联系薛阿土，约晚饭。好。好的，合作愉快，谢谢，再见。红木资本的背书很有用，其他机构都跟进了。太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下一个产品了。我发现只有把产品定义对了，才能有市场。定义产品的事情你就交给我，你好好搞研发就行。不行，你总是跑来跑去华强北，太辛苦了，我舍不得。再说了，咱闺女也舍不得你。哼，那怎么办啊？总得有人跑啊。张总、黄总，外面有一位凯云科技的董事长来拜访您，说是你们的老朋友，叫黄仲凯。欢迎欢迎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中国了？张海潮，黄林熙，很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啊，哎，来中国不久了，就刚收购了隔壁的凯云，我们现在是邻居了。哦，真的？哦，好厉害呀！啊，我现在跟你们一样，要为中国的芯片未来奋斗终生了。欢迎国际友人，真是大好人呐！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们应该合作共赢。我们现在双方的技术实力确实比不上那些国际巨头，只能分一些比较低端的手机芯片业务，但往往这一块的竞争是最激烈的。你们有国内厂商的政策优势，而我有更成熟的工艺，我们可以降低成本，提高良品率，我们的合作绝对共赢。好啊，希望可以合作。太好了。
我知道你们最近遇到一些困难，那就由我们凯云收购你们领头，资金方面我来解决。没问题啊，就怕你买不起。吃个饭吧，今晚好吗？这么久没见了，但我很想见见妮妮，能把她带上吗？毕竟我是看着她出生的人。那这样吧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点工作。林夕，你来负责安排吧，好吗？好啊，那我来安排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地址晚一些发你。凯云是一家德国人创办的通讯芯片公司，不是很有名，而且做的领域跟我们又不太完全一致，所以我才没怎么留意。那不行啊，张总，你还是得留意，对竞争对手进行调研，本来也是 CEO 的职责嘛。我可以理解，当然不怎么留意了。我们做的东西哪里比得上人家嘛？尖端的技术，不一定就是市场喜欢的技术。这就相当于是很多艺术家拍的电影，市场也不一定认可是一样的。你可真厉害，还懂电影。我是不懂电影，我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工程师。我去我的实验室啊。哎，你回来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走呀？坐下，好好说话。说实话，我其实是理解韩子的心情的。他可能是觉得我们作为海归，不远万里的从国外回来，就为了做好一件事情，应该去追求卓越。结果现在我们确实是天天的在这个低价里边打转嘛。市场不认可卓越，市场也不需要卓越。对呀，听市场的嘛，没人买，那搞什么搞啊？欢叔，你不要被带跑偏了。凯云的芯片没有人买吗？韩国、美国好几家公司要买呢。我们这群人是有这个实力的，只要你能融到足够的钱，我刘涵啊，我带头，我住在实验室里，我们一定搞出高质量的芯片。只要搞出了那个高质量的芯片，不愁没有人买的。好了，路线的问题，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。我来做决定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你们只需要信任我的决定。张总，就算让大家相信你，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思路还是跟 CTO 说清楚？我说过了，但是他现在听不进去。哎，我听得进去，但是你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高质量。我觉得好，大多数的时候，你是从 CTO 的角度去看，而没有统观全局。现在我是 CEO， 你们只需要服从我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散会吧。对不起，海潮，我最后再说一句，我不是要拆你的台，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就是没有足够的胆量，加上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到钱，所以害得我们一直在低端里面打转。我们为什么喜欢芯片？因为它是高精尖的东西，它够难。我们明明可以做高智商的游戏，我们不做，我们去跟那些弱智比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变成弱智了，你来负责吗？你负不了责。哎，韩子，韩子。你一向脾气很好的，今天怎么了？开个例会吧，我老婆顶我最好的兄弟也顶我。是，我是刚当上 CEO， 但是我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吧。我知道我要去学习，行了吧？那你好好跟刘涵说嘛。我跟他说管用吗？米兰达一顿酒，他立刻什么都答应了。那你觉得 Brian 要用美人计啊？米兰达是貂蝉还是西施啊？哼，他不但会用美人计啊，他还会用美男计，否则他为什么要约你啊？吃醋了？我可警告你啊，电视上那大汉天子里边的汉武帝也是用过美男计的，还差点成功了。你放心吧，全世界能对我用美男计的人只有一个，其他我都免疫。少忽悠我！我可知道你作为商人的忽悠的本事，可惜啊，我脑子一直很清醒。哎，
张总、黄总，小薇，安排怎么样了？代工厂说已经出货了。好，辛苦了。长城测试那款芯片啊？对，我给它改造了一下，降价了50%，而且我研究过，只要成本降低50%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的零售价控制在600块左右。600块左右的手机，那不就是几乎人人都用得起了吗？人人用得起不好吗？这不就是我们回来的意义吗？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刘涵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手锅又没人抢。你确定？当然。哎，这是当我徐阿土是老实人呐。这不摆明了吗？欧阳冲两个老家伙，太不是个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在我那个地方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跪在我面前求我把钱给他，我还了。没想到他跑到黎东升那边，又让他把账面上的东西又还给他，个老瘪三，贪得无厌死了。最让我生气的是张海潮，红木资本那边为了给他的兄弟黎东升做好人，债转股，我这边装聋作哑，当我什么呢？我不如红木资本。他这个人骨子里喜欢文化人。我看你也挺喜欢有文化的人的。我可没这个意思啊，薛总。我也不会像张海潮一样那么，怎么说呢，狭隘。我想这样，咱们一起去找张海潮聊聊，看他到底什么个意思。咱们俩？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聊呢？我没有你有威慑力。你觉得我们是搞房地产的，没文化，就会搞事情是吧？我哪是这么个意思？林光耀，我告诉你啊，张海潮我不相信，你我就更不相信了。你要你的股份，我要我的股份，合起来要股份的事情，我徐阿土干不出来的。我最讨厌别人拿我当枪使。你这人可以学一学我，有什么事情，明刀明枪的干就完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老婆呀，最近更年期，非得跟我说晚上早点回去，晚上早点回去。那我就谢谢啊，不送，谢谢啊。是他自己更年期吧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效果到了就行了。我们自己要加快速度，一定要赶在领通的 MB4芯片出来之前抢先上市。薛总，您去哪儿？回家吗？回什么家？去张海潮家。哎，好嘞。到家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妮妮困。哎呦，困。哦，知道了。好了。回来了。没事，闹觉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？我哄他睡。哎。我爸妈现在看什么电视剧呢？看这么入迷，都不理我。饭吃怎么样了？嗨。那个 Brian 一通跟我耀武扬威的，还给我送了个礼物，你知道送什么吗？黄花的胸针，哎，
暗示什么呢？那不就是暗示我们是明日黄花呗？请客吃饭还非得请在必赢客，又想暗示什么呢？说明他们一定会赢我们呗。呸！我才不吃他这套呢，我直接把单买了。这回我们才是必赢客。无聊。哎，你说他们准备怎么搞我们呀？不知道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活在当下吧，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。你别洗了，你别洗了，我来。哎，别，洗洁精伤手啊！你可千万别伤手。哎，这个 Brian， 他还真是挺聪明的。你说他一个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，他怎么会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啊？我跟他一起共事过。Brian不但聪明，而且特别懂得高举高打。有这样格局的人，是不容小觑的对手。既然是对手，那证明你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啊。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合作？说到底啊，Brian还是个美国人，骨子里就不会顾及中国的名声。一起合并了以后，他还会变成从前的样子。我要做的事跟他要做的事是两件事。喂，金文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安排一下。怎么样？金文说，凯云投放了一批芯片到市场，虽然是残次品，但是质量比我们好，价格还比我们便宜。我安排飞一趟深圳吧。只要出招了，就不会没有方向了。你哭了？又哭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没事。你开门吧，我来。好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这张海潮，阿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叫我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你老婆的亲哥哥，我怎么来了？你小子敢坑我？哎，阿土哥，你来啦！爸妈，你们看电视没事，你带着阿土哥，你去阳台聊。好，我给你泡茶啊。阿土哥，咱别耽误爸妈看戏啊，咱去阳台上聊。你不去阳台，我招呼客人就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知道了。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听见了。这次的这批残次芯片，咱们还真是得拿到手。可是，咱们怎么可能抢得过那个倪志雄啊？凯云的销售还是原来的那个人，跟倪志雄亲如兄弟，两个人不用见面就可以把生意谈成。我们插不进去，因为根本见不到他。也未必，我倒是有个好主意，不知当不当讲？找一个懂行男朋友就是好。干嘛想用我啊？我不但想用你，我还想利用你。你真了解我。你怎么这么坏啊你？有利用价值的男人最可爱。这次的残次芯片，咱们必须拿下，只有这样，领通的长城1号才有机会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在跟凯云的交涉过程当中去了解适当的时机，让领通的长城1号在市场缺乏芯片的时候顶上？真聪明。我跟你说，领通这次能不能当上这个备胎啊，你还就至关重要了。我接个电话啊。谁呀？老有电话。哎呀，我需要自己的空间。这不你的地儿全是你空间。可爱的妮妮，我是你的保护神，那是为了保护你和让你开心来的。喝茶。哦，你喜欢我吗？喝我这杯，喝我这杯。你，阿土哥，你可能得赶紧说，我得哄孩子睡觉。张海潮，你脑子打错了，
你给红木资本送股份，我呢？不是你选的 FF 互联网吗？开会时候你也在，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。哎，会不会你跟黎东升故意在那搞不和？你让他办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互联网站，然后我的股份没了，你的占股比倒是大大增加了。哎呦，你这故事编得离谱了！什么叫做编故事啊？这是事实，现在的事实就是红木资本现在有你们的股份，我没有，我吃亏了。海超，你凭良心讲，有没有觉得阿土哥吃亏了呢？我不觉得。凭什么？哦，哎，土哥，你干嘛？那孩子都要睡了，你行？不哭，哎，宝贝儿，哎呦，不，哎呀，不哭，叔叔不是坏人，叔叔只是长得吓人了点儿。一个堂堂董事长，天天在这哄孩子睡觉。那怎么啦？我们家就是这个模式啊。我跑着销售，对吧？我也没有时间带孩子。平时我爸妈白天帮我带孩子，晚上也要很早休息了啦。平时在家都是他哄妮妮睡觉的，晚上哄完妮妮睡觉，他还要去公司加班呢，不容易的。洋人的资本又能怎么样嘛？啊，能帮你们背书啊？你摸摸你的良心，我是林七的亲哥哥，也算是你的亲哥哥吧。阿土哥，当初是您亲自跟我说的，半导体不能沾，是最坏的风水没有之一。您自己说的话，您忘了吗？就是啊，你不能说现在看到我们盈利了，有资本了，对吧？我们这个估值高了，你想要股份，我跟你说，你小心啊！要是真的沾了晦气，回头你连累你其他生意都晦气。再说了，你本来也觉得我们没有前途，那没有前途的公司的股看的就是废纸，你要对废纸做什么？啊，坏风水。不是我说的，林国标说的，而且他还说你们休想染指 MP4 的市场，如果你们想做的话，他会处处给你们设绊子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既然你们这么没有前途，他为什么想要问你们要股份呢？障眼法，一定是障眼法。阿土哥，我真的得哄孩子睡觉了，孩子已经闹觉了。看看我们哭的。过几天再说好不好？哦，好，过几天，过几天。好，走了。以后找个阿姨去带孩子，你找不到我来帮你找呀。知道。还有，那种杯子可以扔掉了，坏风水的。知道了。哎呦，阿土哥，你真的。我每天睁眼闭眼，公司全都是要钱，那么多员工等着海潮发工资呢。我房租、水电、机器设备，我不都是钱？我留片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省一分是一分啊。少来，你那点套路我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的事情没有完。一看你这个样子啊，就没读过历史书。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吗？啊，合纵连横。合纵连合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啊，这个周边的小国啊，都可以成天啊，今天跟这个示弱，明天跟那个示弱。哎，你想想，怎么可能啊？听一个神神叨叨的算命的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你不也是在那地摊上买小人书看吗？没事，我送你，走。我们是在这儿瞎聊呢。说你住的这什么破房子？慢一点，黄林熙啊！你要跑死我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让你减肥，你又不信，跑楼梯就喘啊！你少来！刚才干嘛呢？苦肉计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最不吃的就是这一套。没有的是，还没有的是。你跟我卖过房子，我不了解你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不要太诡计多端。哎呀，土哥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红木资本要股份那是有条件的，你要是也给那样的条件，那我股份也给你。还跟我演？真的，你不信你去问子夏，子夏不会骗你吧？明天早上去子夏家里，让他好好给你讲讲。还是不信的话，我们去他公司看合同，行了吧？
不要给我找出破绽来。回去吧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我洗完了，你去洗吧。干什么呢？这是？作为一个好用的男人，我得给您弄出一份拿得出手的报告，是不是？你还真是好好用啊！你等着啊，我给你煮面去。去吧。哎，你还真是手机不离手啊！做个饭也拿手机。老实交代，什么情况？别老看我手机，我就从来不看你手机。你不看我手机啊？啊？那我要是被人抢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急死你得了啊！那我就拱手相让，抢就抢呗。要是我跟子夏还没分手呢？这种事情吧，得遵循个先来后到，对吧？睡啦？怎么睡了？血压图那边应该没问题了。明天我再给他试个苦肉计，应该就8、9不离十能被他摁下来。还是你爸爸看的电视剧提醒了我。大汉天子，汉武帝，合纵连横。我们现在打不过伯牙星光，打不过凯云。要是他们打起来了呢？你要想办法取得不二人的信任，我想办法搞定林光耀。明白。但是我们现在啊，要先搞定这个血压图。嗨，嗨，我快跑不动了。再坚持一下。I heard you had a fight with 海潮。说中文。哦，好的。你跟张海潮吵大架了？我们公司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真的吗？哦。我就猜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在我那里装窃听器了？我只是很了解你。没什么事，小事。但我不觉得是小事。其实我挺赞同你的观点的。我什么观点？就是 pursuit of excellence， 就是追求啊卓越。对，追求卓越。对。其实吧，海潮也有他的道理。我记得当年东升当 CEO 的时候，也是天天钱啊，什么业绩啊，什么市场啊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。我只是奇怪，我的这个大师兄，他曾经也是追求卓越的。那你要是觉得不开心，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啊。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能啊？就是不可能，不用想的。为什么？哦，你不喜欢跟我一起工作啊？我喜欢跟你一起工作，只是我和海潮，哎，你懂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一起跑步。那我们一块吃晚饭。什么时候啊？今天晚上啊。今晚？对呀。你是老大，都听你的。好的。约好了。这就是顶尖科学家。别这么苛刻，科学家也是人嘛，他俩算是哪跟哪 ？Come on， 这些话你留着待会跟他们说 ，OK？ 子夏，我给你买了粥，买了馄饨，还有小包子，你起来洗漱吃一口好不好？哦呦，这门也不关。子夏，子夏，我进来了。这么大的酒气，是拿瓶子打翻了？嗨，子夏。来啦。哎，
我吃过早饭，吃过早饭了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大清早就喝成这个样子，要不要紧啊？哎，要不澡堂子找个技师好好按摩按摩。你嫂子更年期综合症都可以按摩好的。那你问他要不要去？啊，蒸好了啊！我这可能还烫呢，起来。哎，慢点慢点。不要紧啊。薛总，我跟你说，没事，叫阿虎哥就可以。哎，子夏，子夏，快！哎，弄起来，去医院。星期六还在这加班呢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您不也加班吗？哦，公司的邮箱收到一份客户的分析邮件，我已经打印好放在您桌子上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您今天的时间表我也安排好了，8点半到12点半是芯片设计复核，12点半到1点是午餐，1点到2点和周先生有电话会，2点到4点和信息产业部处长通电话，4点到6点是芯片复核，6点到9点50您回家带娃，午夜12点和红木资本美国部有会议。辛苦了，谢谢提醒。哦，黄总今天来吗？我要安排中午的盒饭。还不知道啊，你打个电话给他吧。如果他要来的话，记得去路口的台湾饭店订一个外卖。新开的那家。对，他最喜欢吃那家的3杯鸡，还有台湾香肠配辣椒，少放点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订一份，我就来个炒饭就行。明白了。宝贝儿，我今天过不来了啊，明天嘛啊，喂，子夏怎么样呢？唉，暂时没事了。家里也很好，你别太担心。妮妮特别好，外公外婆带她去早教班了。行，反正我也回不去，医生说了，让我等他醒了再走。啊，还有那个阿土哥那边，我暂时压下来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，对付林光耀跟 Brian。我收到了金文发给我的采购分析报告了。怎么说？有胜算吗？很好，很多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。但是我认为，这份报告不是金文写的，是一个特别了解领通的人写的，而且他还非常理性的预估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出 MP4芯片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是李东升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黎东升呢？当然，我也只是猜测，也有很大的概率可能是其他的了解我们行业的人，或者了解我们公司的人。那说不定，金文那边可能就是有一个就理科特别好的，像黎东升那样的人。子夏，哎，那个子夏醒了啊，海潮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子夏醒了，我去看看他。谢谢你啊。那个他爸在哪儿？打电话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？搬家吧。我不搬，万一他回来呢？他要是爱你，你没必要为了他喝酒自残；他要是不爱你，你更不需要自轻自贱，何必呢？必须搬家，没得选。不用你管，我也不想管你啊。我要去华强北出差，我回来以后，你最好让我看到你好好的给我在红木上班。你要是还是这个样子，欧阳子夏，我会看不起你的。那就看不起吧。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？你原来一副天之娇女的形象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你像话吗？为了一个黎东升，你至于吗？我要是你，我就好好活，活出个人样来，我让他看看，让他后悔。能不能争口气？
房子我帮你去退租，东西我帮你收拾回来。你出院以后回你爸妈家住。这牛排做的还不错，你这牛排看着比我的好吃。嘿，别那么尴尬。这大家都认识那么多年了啊，都是老同事。对，都是老同事、老熟人了嘛。牛涵，你放心，今天不聊工作，我说的。我只想说，你在领通又没什么钱，工作又累，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一下呢？话也不能那么说。在领通还是有很多快乐的时候的。虽然给我的钱不多，但是精神上还是满足。好了好了，这个话题就此打住。哎，打住前我再说一句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一个个中文说的比我的要好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除了 Miranda， 我和吴晓，我们的祖上只会说中文。那说回来 ，Miranda 这中文最近啊，越来越厉害。是啊。王先生，酒已经喝完了，要不要再来一瓶？Up to you。再来，今天不就白跑了吗？那喝完我再陪你继续跑啊。你们还要喝多少啊？1人1瓶。不是我说的啊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什么情况？找我谈事儿，你还带女儿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只能把她带出来了。这个时间刚好是我爸妈要看电视剧的时间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出来。放心吧，我闺女很乖的，不会打扰我们聊天的。领通开业到现在，这是你第一次主动请我吃饭，结果还是这么特别的局。你是我股东，你得理解我的处境。话里有话啊。徐雅祖找你了。你对股份分配的事情有意见，他当然会来找我了。那说说，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其实我的股份不值钱，你要是想要的话，我都没问题，我可以考虑。为什么？不然来上海了，没有你的话，我怕我会不行。我为什么要帮助弱者呢？一，你是我股东；二，我给你一个占领市场的机会。怎么占领？你先答应跟我合作，我再跟你商量。什么鬼天气啊！晾了这么久，一斤都没干。喂，喂，金文，是我。我明天到深圳，我可不可以住你家里？我家太小太乱了，你住不惯的。没关系，我们这么好，我又不嫌弃你。我家真的不方便，要不然我陪你住酒店啊。今晚遇见。哦。哎，那说好了，明天我去接你。好，好，明天见。妈，回来啦，妮妮已经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回来了，饿了吧？我给你准备了点心。不吃了。你别弄了，我来收拾。相信我这个做半导体人的惊喜，保证你一样东西都不缺。怎么了？叹什么气啊？没什么，你怎么样啊？合纵连横，想的怎么样呢？
约林光要见了吗？约了。他们说，对不起啊，海张总，我们已经跟凯云科技的Brian约了，而且我们可能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战略合作。今天刚刚见他。嗯。带着妮妮见他。要不然呢？不过我也能理解，这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通常都是老大跟老二联手，干掉，或者吞并老三，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儿。况且，我们公司现在情况确实不太好，刘海消极怠工，其他的员工也不是那么积极。没关系，你刚刚当上 CEO， 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嘛。是，我们只要做好产品定位，再想办法打破Brian跟林国耀的联盟就可以了。你去深圳，金文会跟你详细说的。金文呐。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